Hello，大家好啊！香港呢正式提出允许个人交易加密货币的一个新政策。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进入到这个加密市场啊，而且当然这个最新的政策呢还没有披露这个最新的一个细节。那在香港的这个数码港呢也成立了这个 Web3的基地啊。据2月22号的一个最新消息啊，香港财政司将拨款5000万来加速 Web3生态的一个发展。而当前所有人都在讨论 Web3呢，那 Web3的下一个爆发点又到哪里了？个人呢又有哪些机会可以捕捉呢？那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先点赞、关注、收藏，一起接着往下看。那元宇宙呢，正在成为今年的热点话题，各个地方呢都在构建地方的特色元宇宙场景。那除了元宇宙之外的下一个爆款热点呢，我认为是物联网。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啊，物联网和 Web3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元宇宙的发展呢，它是离不开物联网的支持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元宇宙当中呢，其实它有很多地方，它未来可能需要去映射到实体的。那比如说我现在我要通过线下的一个实体，我可能需要跟这个物联网进行互动，进入到这个区块元宇宙当中，我可能就需要借助物联网这个技术，然后进入到这个虚拟世界啊，就是这么一个它，所以说它离不开物联网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Web3的发展的一个叙事呢，好像都是有规律的在发展的。那先是有了 DeFi 啊，GameFi、SocialFi、AI、元宇宙。那接下来呢，物联网一定会随着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的成熟，会引爆 Web3。那元宇宙的发展呢，需要人工智能的支持，而元宇宙的普及呢，更需要物联网的接引，而 GameFi 呢，则需要物联网的牵引了。啊，所以整个的一切呢，它好像都是有规律的在运作着的啊。比如我们的这个 ChatGPT 和这个 AIGC，那也是在最近的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各个领域呢都在向这个领域靠近啊。所以说我们有看到整个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呢，它也在推动整个互联网的一个向前的一个推进。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呀，我们只需要穿上这个智能设备，连上这个 GameFi 的一个无线的网卡，便可以进入到这个元宇宙的世界，开启游戏，从游戏当中呢获得有价值的资产。那么在物联网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个人又有哪些机会呢？那接下来我来分享几个有跟这个物联网有关的一个区块链的项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IOTA。那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物联网的区块链，当然了，它是已经有它自己的 token 了。那 IOTA 呢，就是它自己的代币。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物联网的看好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交易呢去买入，或者说去囤入这个代币或者交易去获得一些收益。当然，我们也可以关注来自于 IOTA 生态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去参与它，获得未来的一定的奖励啊，比如说空投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 IOTX，那它的代币就是 IOTX，那它也是一个物联网的区块链平台。它和 IOTA 呢可以说是整个物联网赛道的一个老大哥啊。如果看好物联网的赛道呢，我建议两个呢都可以作为二级市场交易的一个清单，那都可以把它收入囊中啊。那第三个呢就是 HNT 啊，它的代币名称就叫 HNT，大家呢可以去这个交易平台去搜索这个项目，这个代币啊。那它是一个基于设备的一个基于这个WiFi 来去挖矿的这样一个项目啊，基于 WiFi 的挖矿项目。当然它也是基于这个地理位置啊，它每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我这里有的，它可能就你再想去挖，可能就挖不了了啊，它是有限制的，它是基于设备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平台。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我认为 GameFi，我相信不久的时间呢会推出一些风靡全球的 Web3的游戏，他们一定会呢融入这个 AI 和 IoT 的一个技术，那实现这个人机融合的一种方式，让用户呢深陷其中，从而呢获得更好的体验。那这个的话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真人 CS 这样一个这样一线下的这样一个真人 CS 这样一个场景一样的。那其实呢，线下的这个真人 CS 其实就是为了营造这样一种真实场景。那未来的元宇宙呢，它肯定也会
把这种线下这种场景可能被搬到这个元宇宙当中，用户只需要带上某种这个啊可以连接到元宇宙当中这个场景的这个设备呢，那就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一个真实场景的一个战斗，这个游戏了啊。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那喜欢红锅的频道的话呢，可以点赞、分享、评论交流。那红锅呢在这里拜谢了。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